因病逝世嘅司徒華係教協創會會長，佢生前話成立教協係佢人生最自豪嘅事。咁教協特別擺放咗悼念冊俾會員悼念司徒華嘅。梁卓琪報導。司徒華以創立教協為傲，教協旺角會所擺放咗悼念冊，俾會員市民向華叔留言致意。文憑教師呢，咁啊受歧視好多嘅，甚至男女同工同酬都未有嘅。咁啊華叔度爭取，所以而家全港叫做10幾萬嘅教師咧，其實都係多得阿華叔嘅，應該係。好唔捨得，好似失咗一個老人家咁。教協亦都特登擺放銅像緬懷華叔，佢係華叔嘅朋友，喺佢70大壽嘅時候專登返內地做㗎，但華叔唔想搞個人崇拜，一直放埋一邊，到而家先至拎翻出嚟。銅像帶翻嚟香港嘅時候都有段故。關完打開，邊個嚟㗎呢個咁？咁我哋朱老師話呢個係我呢個好尊敬嘅長者啫。咁過啦，咁就過咗咯。如果我哋當時話呢個係司徒華先生，唔知佢俾唔俾我哋講？教協會從無到有，從小到大，而家成為一個咁強大嘅工會。我哋有83000幾會員，我哋有4萬幾尺自治嘅會所，完全係靠自己嘅血汗攞翻嚟嘅。呢點係值得自豪。教協1973年成立，當時嘅港英政府降低文憑教師嘅起薪點，司徒華帶領教師抗爭，並且成立教協，會長職位一做就10幾年。佢更加喺85年以教協會長名義循教育界躋身立法局。退任之後，司徒華仍然關心教協會務。馮偉華舊年接任會長，華叔亦都特別訓示佢哋關注教育之外呢，都要關注翻出面大社會嘅環境，特別嘅社會公義嘅伸張同埋民主嘅爭取。咁佢覺得我哋一定要唔好只係着眼於自己本身。教協將會聯同其他治喪委員會嘅成員籌備華叔嘅葬禮。南方文電視記者梁卓琪報道。司徒華嘅追思會28號喺尖沙咀浸信會舉行，由晚上7點到10點分開3節，分別開放俾親友家屬、教育界人士同埋民主同路人。而29號就喺聖安德烈堂舉行安息禮，預料下晝3點開始，之後遺體會送去歌連臣角火化。另外，支聯會同埋民主黨計劃喺2月底喺維園舉行大型公眾集會悼念司徒華，日期未定。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同王丹都希望嚟香港出席司徒華嘅追思會，支聯會正為佢哋同特區政府商討嚟香港嘅安排。治喪委員會將會安排其中一場追思會俾政府官員出席。李以莊報導。學運領袖吾爾開希04年曾經嚟香港出席梅艷芳嘅喪禮，佢透露當年係由前支聯會常委劉千石同港府協調入境。沒有提條件，我是持台灣護照進入香港需要電子簽證，這個電子簽證提出來申請就批准了，當時並沒有跟香港政府有任何接觸，當然是有默契，這個默契是由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劉千石議員所居中協調的。呢次係吾爾開希喺回歸後唯一一次嚟香港，今次能唔能夠再一次嚟香港送司徒華最後一程，將會由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同港府協調。而另一個學運領袖王丹亦都考慮申請簽證嚟香港，佢話如果特區政府想佢喺香港嘅行動低調啲，會願意配合。如果他有條件，我都可以答應的。如果比如說不可以見記者，不可以有公開活動，這些我都可以答應。但支聯會估計，由於王丹所持嘅唔係台灣護照，手續繁複，入境機會可能較微。認識司徒華近40年嘅朱耀明牧師負責葬禮安排，到詞中會引用司徒華常用嘅聖經句子，總結佢對中國民主同埋民運人士嘅貢獻。佢話一個人嘅活着呢，係使你同時代活着嘅人，因你活着而得到幸福同埋快樂。呢個係活着。我跟住會榮歸，榮歸係那美好嘅仗我打過啦，當跑嘅路我跑盡，所信嘅道我已經守住，現在有公義嘅冠冕為我存留。其中一場司徒華嘅追思會會安排官員出席，但一切仍然係籌備當中。歐寬頻電視記者李莊報道。
而司徒華一手創立嘅支聯會下個禮拜討論改選新主席，相信會由兩個副主席李卓人同埋蔡耀昌競逐。不過佢哋話，支聯會近年已經係集體領導，無論邊個做主席，佢哋都會喺一個團隊工作。周月祥報導。每年嘅6·4燭光晚會，台上都有司徒華。20年嚟風雨不改，支聯會主席一職由89年一直肩負到最後一刻。司徒華臨終前曾經叮囑張文光、何俊仁同李卓人要接好民主棒。身兼支聯會秘書嘅何俊仁就話唔會接任主席，希望專注民主黨嘅事務。重要嘅係冇可能夠同時兼任民主黨嘅主席同埋支聯會嘅主席，個工作量係使我冇辦法能夠咧係承擔得嚟嘅。一直被視為司徒華入室弟子嘅張文光，亦都話要全力搞好教協。華叔同我講係希望我全心做好教協，對華叔嚟講，教協真係實在太重要啦。支聯會主席邊個接任？常委會下週就會開會討論。兩名副主席李卓人同蔡耀昌都話，無論邊個做主席，佢哋都係一個團隊。當然冇一個人選係可以好似以前華叔咁幾方面可以兼顧，實務可以兼顧，精神領袖可以兼顧嚇。但係即係我諗，我哋團隊大家互補不足啦，唯有相當數量嘅人呢，其實佢係有咁嘅能力係去擔任主席嘅職位。咁但係與此同時呢，我相信任何人做未來嘅支聯會主席呢，亦都係好需要其他嘅常委、其他嘅義工、其他嘅各個團體呢，係大家共同嘅一個支持。佢哋話支聯會近年都係集體領導，並唔急於選出新嘅主席。立豐頻電視記者周月祥報道。